喺上一集嘅 Atomic Habits Introduction 入邊，我哋睇過習慣到底係點樣幫助作者 James Clear 由一個人生嘅低谷，甚至可以話係瀕臨死亡嘅邊緣，救咗佢一命，幫助佢重新建立翻自己嘅信心，亦都幫助佢兌換到自己嘅天賦。唔知佢嘅人生故事會唔會令到你都充滿咗一團火，去到由今日開始改變自己嘅人生呢？今日就等我哋一齊進入到 Atomic Habits 嘅 Chapter 1，等我哋一齊去到睇下點解習慣係可以帶嚟如此翻天覆地嘅轉變。Hello， 大家好，我係連讀 U 都爭啲俾人踢出校，但係後來奇蹟逆襲，成為 First Honour 教育語言學碩士嘅車仔老師。事不宜遲，就等我哋一齊去 chill 住咁樣睇下 Atomic Habits Chapter 1。喺2003年之前，英國嘅職業單車隊被視為傳統嘅弱隊，佢哋基本上冇乜點樣贏過比賽。但係由2003年開始，英國職業單車隊迎來咗一個歷史性嘅轉變。佢哋請咗一位新嘅教練 Dave Brailsford。呢一位教練結束咗英國職業單車接近100年入邊嘅參差表現。咁英國隊以前嘅表現有幾差呢？喺110年環法單車賽嘅歷史入面，英國隊從來冇人贏過，甚至有一啲頂尖嘅單車品牌拒絕將佢哋嘅單車賣俾英國隊選手，因為佢哋驚英國人太渣啦，會拖低佢哋嗰個品牌嘅形象，影響佢哋嘅銷情。呢一位新嘅教練，佢同其他人最大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對於細節、對於邊際效益 （marginal gains） 有住一種幾乎係癲狂嘅執着。因為佢相信，只要將所有最細小嘅微調得到嘅效果嗰個嘅效益加埋一齊，就能夠迎來成功。佢相信嘅係 the aggregation of marginal gains。正正係喺呢個信念嘅驅使之下，佢一開始就推行一系列喺外人眼中係一啲雞毛蒜皮嘅改變。佢幫車手做一啲座位嘅微調啦，佢將酒精搽喺個車胎上面，去到加強抓地力。佢要求運動員改着室內嘅競技服，去到減低風阻。佢試唔同嘅啫喱，去睇下邊一種按摩啫喱能夠幫運動員更加快舒緩肌肉。佢仲特別為每一個選手都安排咗一個洗手嘅訓練。你冇聽錯，係真係點樣洗乾淨自己對手，為咗去減低佢哋感染嘅機會。佢亦都為每一個選手訂製咗合適嘅枕頭同埋床褥，等佢哋能夠得到最好嘅休息。其中我覺得最誇張一個例子呢，就係佢哋將自己嗰個隊車入邊個車廂呢油成白色，為咗就係俾佢哋容易啲可以 spot 到一啲細粒嘅微塵，防止啲微塵黐咗喺佢哋嘅車度嘅時候呢，影響佢哋嘅單車嘅表現。就係咁樣，呢一啲咁微細嘅改變產生咗巨大嘅影響，而且呢個影響比所有人預期都嚟得快。正正喺呢個教練執教單車隊5年之後，喺2008年北京奧運會入邊，英國隊贏咗超過當時60%嘅金牌。4年之後，倫敦奧運，英國隊打破咗9項奧運紀錄、7項世界紀錄。喺2012年 ，Bradley Wiggins 成為第一位贏得環法單車賽嘅英國人。之後嗰一年 ，Chris Froome 更加連續4年去到稱霸呢個環法單車賽，成功幫助英國喺6年入邊5次稱霸呢一項賽事。10年入邊，英國隊總共攞到178個世界冠軍、66個奧運或者殘奧嘅金牌，成為史上最成功嘅單車隊伍之一。聽咗呢一個谷底反彈，由傳統嘅弱隊變成一個 legendary 嘅隊伍，你會唔會都想問？點解細微嘅改變、細微嘅習慣可以產生咁大嘅效果呢？其實我哋人總係好容易會去到高估一啲決定性嘅勝利時刻，同時間我哋又中意去到忽略嗰啲睇起上嚟係雞毛蒜皮嘅細小改變。我哋成日都中意諗，如果我要獲得巨大嘅成功，我就一定要有一啲驚天地泣鬼神嘅轉變。而我哋容易忽略嘅一點就係，哪怕我哋每一日只係有1% 嘅進步，其實1年下來，我哋已經比1年前嘅自己進步咗足足37倍。
相反，如果我哋每一日係退步1%， 1年之後我哋剩翻嘅嘢好可能就會歸零。成功其實就係在於我哋自我進步嘅利息疊加，微小嘅增長最初未必係肉眼可見，唯有等到2年之後、5年之後，甚至10年之後，我哋就會見到呢一啲細小嘅改變，呢啲良好嘅習慣帶來咗一種無比重要嘅效果。Habits are the compound interest of self-improvement。但係比較可惜嘅就係喺現實上面，好多人呢就反而會因為習慣帶嚟嘅效果通常都比較慢呢一個特性，就會容易放鬆咗自己嘅戒備，好容易俾咗位或者俾咗藉口自己去到建立一啲壞嘅習慣。因為既然好嘅習慣都係慢慢先至帶嚟好嘅結果，壞嘅習慣嘅惡果亦都唔係一開始就咁明顯嘅。今晚夜啲瞓冇所謂啦，食埋啲包零食唔會肥嘅。我今日掛住玩或者掛住做嘢，唔理屋企人，佢哋會原諒我嘅。呢一啲細微嘅錯誤，一日兩日你係唔會覺噶，但係長遠累積，佢哋就會變成你人生一啲大嘅問題。就好似一架飛機起飛，只要你將嗰個航道稍為撥歪幾個英寸，但係飛咗幾千公里之後，你就會發覺，我降落個地點完全唔同咗。所以成功失敗都係你每日習慣嘅總和。You should be far more concerned with your current trajectory than with your current results。喺呢一句說話入邊 trajectory 即係我哋人生嘅軌跡。作者講呢句說話嘅意思係，我哋應該關注嘅並唔係我哋目前嘅狀況係點，It's not our current results， 而係我哋依間整個人生軌跡到底係向緊邊一個方向邁進。Your current trajectory。例如一個身家過百萬嘅人，如果佢每日都係亂咁揈錢，其實佢係邁向緊破產或者貧窮。相反，一個依間並唔係好有錢嘅人，但係佢有持續儲蓄嘅習慣，佢邁進嘅方向就係一個富有嘅未來。你依間嘅體重其實係你飲食習慣嘅反應，你依家擁有嘅知識其實係你學習習慣嘅結果，你嘅人際關係就係你溝通習慣嘅呈現。如果你想預測10年之後你自己會變成點，其實最簡單嘅方法就係睇下你依家嘅習慣係點樣。好嘅習慣會令到時間變成你嘅最好拍檔，而壞嘅習慣呢，就會令到時間變成你最大嘅敵人。Good habits make time your allies. Bad habits make time your enemies. 作者形容如果我哋將習慣帶嚟嘅改變畫成一個嘅圖表，一個 graph 呢，就會好似係初條線係好平好緩慢，嗰個升幅一啲都唔明顯，就好似一幅平地咁樣，一個 plateau 咁樣。但係直到某一刻就會突然間急升，開始進入爆發期。你哋都係想象下自己坐咗喺一間冷氣房入邊，而你前面嗰張台上面呢，就放咗一嚿好大嘅冰。但係出邊有一個人將呢間房嘅溫度慢慢去到調高，26度、27度、28度、29度，去到31度，你可能就會開始覺得無奈啦。哇，嚿冰完全冇任何動靜。事實就係，可能正就係當氣溫由32度升上33度嗰一下，嚿冰就會開始溶，甚至會溶得好快。成功嘅一刻喺其他人眼中往往都係突如其來，因為佢哋唔係實踐過一個，而係做過一個人就會知道，成功永遠都唔係突如其來，而係過去無數嘅努力同埋良好嘅習慣累積得出嘅結果。我哋成日都相信人哋係一夜暴富、一夜爆紅、一夜成功，但係其實好多嘢突然間爆發都係長期累積嘅結果嚟嘅。而類似嘅 pattern 甚至喺自然界都可以揾到好多個例子。癌細胞頭80% 嘅時間潛伏喺我哋個體內，醫生或者我哋自己都唔能夠發現，但係發病嘅幾個星期之內，佢就會迅速擴散去我哋嘅身體入邊。竹樹即係熊貓食嗰啲，
佢哋頭5年呢都只係會埋藏自己喺地下，你見唔到佢咁滯嘅。咁喺5年時間入邊，佢哋就會將自己嘅根去到即係刮泥土刮得越嚟越深啦，同埋越嚟越廣闊。而佢哋就會喺之後嘅6個星期之內爆發性咁樣升高到去90尺咁高。你睇到嘅爆發只係習慣嘅總和，長期累積嘅結果。所以如果你呢一刻覺得你自己嘅努力好似成日都會唔見咗咁樣嘅，點解我努力咗咁耐我都仲未做到嘅？我已經跑咗1個月步咯，點解我仲未減到肥嘅？我已經努力溫書咗1個月噶，點解啲成績都仲係咁差嘅？等等，其實好可能你只係未跨越到爆發期之前嗰一幅嘅平原，所以千祈唔好灰，你只不過都係喺冰仲未融嘅階段，只要溫度夠高，終有一日佢會融，到時你就會見到自己爆發性嘅成長啦。你付出嘅努力係唔會白費嘅，佢哋只係儲存咗。除咗我哋要努力去到撐過喺爆發期之前嗰一個失望嘅低谷，或者好似冇乜增長嘅平原之外呢，作者都同我哋提出咗一個新嘅角度嘅，就係唔好花太多嘅精力時間去到定目標，應該花多啲時間去到改善你呢間嗰一個習慣嘅系統 ，the system of your habits。你諗一諗啊，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目標噶。我想攞高分啲，我想舉重可以舉到一個重啲嘅啞鈴，即係望落去大隻啲。我又想做生意能夠賺多啲錢，我份工能夠高啲人工，能夠取悦到老細，乜都好。但係你諗下，能唔能夠達成呢一啲目標，根本就唔係睇你點樣定目標，而係睇你有冇建立一套好嘅系統 system。任何教練都想攞冠軍，但係要做到，佢哋就要識得揀好嘅球員，識得用好嘅訓練方法。任何老闆都想賺大錢，但係佢哋要做嘅就係要不斷提升自己產品嘅質素，同埋做好一啲 marketing。所有嘅音樂家都想將自己手上面嗰一份嘅樂譜演奏到完美，但係佢哋要做嘅就係要做一啲針對性提升技巧嘅訓練，同埋接受唔同人嘅建議。作者亦都想澄清，其實目標並唔係話完全冇用，因為目標可以幫我哋指明我哋想行向邊一個方向。不過成功嘅關鍵就唔係你嘅目標，而係你嗰一個 system 係唔係一個好嘅 system。而且目標其實有幾個大嘅問題。首先就係訂立目標好重要呢一個睇法，其實係有一種好強烈嘅生還者偏見 survivorship bias， 即係話你見到嗰啲成功嘅人，佢哋同你講佢當時定咗啲咩目標，你就覺得哇，定目標真係好緊要啦。但係正如頭先所講，任何人無論成功嘅人定係失敗嘅人都會有目標，所以我哋就知道有冇目標根本就唔係成功與否嘅關鍵。第二，其實目標帶嚟嘅往往係一啲比較短期嘅改變。試想象一下，如果你係一個好亂嘅人，你間房成日都好亂，跟住你有一日咧就心血來潮想執好間房，你間房其實好快就會亂翻。點解呢？就係因為你根本冇去改變自己嘅習慣，冇去改變嗰個系統，所以好快脆你又會打回原形。成日都只係會定立目標，亦都會限制咗我哋快樂嘅來源。我成日都會諗，等我成功咗之後，我先去為自己開心啦。作者就話呢個其實係一種思想嘅陷阱，亦都會限制咗我哋嘅思維。作者自己呢，之前都好容易中招嘅。你試諗下，如果我哋成日都話達到目標我就成功，如果失敗咗我就一無所有，以為達到目標就係我哋個快樂嘅唯一泉源，咁我哋能夠快樂嘅嘢咪好少好狹窄咯。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呢樣嘢呢？唯一嘅解藥就係要我哋真正去到愛上實踐我哋嗰一啲良好嘅習慣，我哋每一日都跟住去做嘅系統，去到享受每一個 moment， 去到為自己今日有1% 嘅進步而嚟到歡呼，咁先至會令到我哋行得更加遠。而呢一個 point 呢，亦都可以幫我哋引申到去想講嘅下一樣嘢，
就係成日太過強調目標本身，可能係會阻礙到我哋長期嘅發展嘅。你試諗下，真正能夠達到非凡成就嘅人，佢哋着眼嘅係咪真係達到一個目標咁簡單呢？要喺某個比賽入邊攞冠軍？好多時真正勁嘅人，佢哋着眼嘅係一個無限地、不斷地去到改善，去到令自己更加好嘅一個循環。作者亦都相信呢一啲人，佢哋真正 long-term thinking 係好少去講目標嘅。Long-term thinking is goal-less thinking. What truly brings transformation is a cycle of endless refin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或者好似你想用自己中意嘅樂器去演奏一首你中意嘅歌，你根本冇需要成日都幻想自己要彈到好似即係職業嗰啲演奏家咁樣，你只需要專心去到思考，到底你呢一粒音彈得好唔好聽呢？慢慢你就可以達到嗰一個高度噶啦。所以唔好再花咁多時間去到講自己嘅目標，真正值得你花時間去到研究、去到改善嘅係你嘅習慣同埋你嘅系統。Forget about setting goals. Focus on your system instead. 下一集係 Chapter 2， 我哋就會講下點樣先至可以將我哋嗰啲好嘅習慣去到同我哋嗰個身份認同連結埋一齊，幫助你由內到外去到打造屬於你自己，而且能夠長時間 work 落去嘅習慣系統。如果唔想錯過，就記住 subscribe Carson Chilling English， 撳埋個鐘仔，咁一出新片嘅話，你就會收到通知噶啦。記住，超住咁樣去到學習，一樣可以進步神速。我係車仔，我哋下次 Carson Chilling English 再見。